歡迎收睇《大明大方》。咁啊，今日咧，大家打開報紙咧，多份報章嘅頭條咧都係講任志剛退休。好啦，咁提起任志剛，大家會諗起可能係一啲數字，譬如7.8啊、16年啦，定係可能一啲功過上邊咧，譬如雷曼事件，抑或多年前可能擊退大鱷等等咧。咁喺任志剛嘅咁長嘅執掌金管局嘅生涯裏邊咧，最近佢上立法會去討論雷曼事件嘅時候咧，其中咧亦都備受抨擊。咁但係自詡先知先覺嘅任總，究竟喺退休之後，我哋而家去睇翻佢個任內啊，究竟功過點樣定論，同埋未來金管局嗰個職能喺個檢討方向又應該係點呢？咁我哋今晚嘅主題先知先覺嘅退休咧，就請嚟3位我哋非常之熟悉嘅，其中就係我身邊嘅李兆富，就係獅子山學會創辦人。另外有黎則奮，時事評論員，啲老友記咧都稱呼佢為 Q 仔嘅。咁另外仲有羅祥國，經濟評論員。今日多謝3位上嚟同我哋咧去一齊咧討論一下，究竟喺金管局任志剛或者將來嘅接任人選方面，喺各個角度咧，我哋一齊去傾。首先咧，通常我哋由開始先咧，即係梗係睇下佢嗰個功過啦。咁有好多評論都話功大於過咁等等嚇。咁李兆富，你先睇咧呢16年來咧，你會有啲咩總結俾佢？嗱，如果我哋淨係頭先我見你提開雷曼，咁我就再講啊。金管局的而且確有監管銀行嗰個責任，但係如果你睇整個金融體制喺今次金融海嘯之下，香港作為一個咁開放型、咁即係接受外國衝擊、接受環球金融市場衝擊嘅一個咁細嘅地方，竟然係冇出現任何系統性嘅崩潰。即係淨係呢樣嘢，任志剛作為金管局嘅掌舵人已經抵讚。你話雷曼即係呢啲喺零售層面發生嘅一啲銀行個別操守問題，咁即係的而且確有人輸錢，一定有人唔服㗎啦。問題就係咪可以賴得晒監管不力先？即係但係如果你純粹你睇個大嘅宏觀，即係成個圖像，喂，香港其實叫做捱過咗今次金融海嘯。即係話整做得好唔足夠嘅。喂，但係嗰啲係咪全戶嚟嘅先？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如果講話即係事後孔明定先知先覺，我都唔敢講啦。即係你而家係講到金管局要管到銀行，管到一個幾微細嘅地步，係咪真係管到連銷售文件都好似證監咁？即係而家證監就真係乜都管啦。即係如果你問金融業啲人，個個就係證監而家乜嘢零售產品都唔批，即係咪要管到咁樣咧？即係喂嗰陣時，而家冇人話唔批。哇！你真係你自己問下啲做金融零售產品嘅人啊！唔係，不過剛才講一個問題，就如果你講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嗰次咧，好明顯金管局就係冇一個預知嘅能力，好明顯，亦都唔會覺得即係初以為成個即係貨幣局制度係冇問題，咁結果真係完全冇防範到咧。即係其實係啲國際大，我係準備係已經係自由呢一鋪。喂，雖然佢英文名叫 Joseph 啫，佢唔係聖經入邊嗰個 Joseph，可以預兆嚇解夢。咪咁佢自己今日自誇先講啊嘛。金管局總裁咧唔係先知喎，佢嗰個崗位。唔係，所以其實我都俾90分佢㗎。1000萬請個先知就抵到爛啦。但係你頭先所講咧，即係話都見到咧，其實有唔少嘅學者或者經濟評論員咧都睇到，咦嗰一役的確都算係光彩嘅，即係整體睇嚟係嘛？咁呢個都係應該俾翻啲即係分數佢啦，即係我覺得。咁呢個係嘅，咁而家格佬都係咁講。咁喺頭先大家討論到咧，就係話喺嗰個金管局，即係譬如話任志剛佢喺任內即係致力捍衛呢個聯繫匯率。咁頭先我哋都傾過，呢個一個相當痛苦嘅決定嚟嘅，其實都。即係其實每一個制度咧，梗係有一啲成本嘅。但係聯繫匯率嗰個背後嘅意義得一個嘅啫，就係如果港元要掛鈎一隻國際嘅結算貨幣，嗰隻叫美金，咁我哋就係掛鈎咗落去啦。咁呢個亦都係捍衛咗港元嘅一個功能。咁但係即係當然好多人就話：喂，唔係喎，即係當外邊尤其是美金嗰個貨幣越來越強嘅時候，有陣時又對我哋自己本身嗰個貿易有唔着數嘅地方啊。當美金有陣時弱嘅時候，我哋又覺得啲嘢好貴。咁冇辦法㗎啦，即係作為香港，我哋梗係有啲取捨㗎。Q 仔，咁任何制度都有個利弊。各位接掌之前咧，咁我哋先講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時間公佈，任志剛退休，有冇一啲特別嘅意義咧？覺得？哇！
呢真係要求支簽先知喎。不過即係事實就係公佈之前，因為佢已經放咗風好耐，好一路長時間放風啦。呢排放風放得密啲啦。我就發覺咧呢排就有一個現象，就係佢走嚟放風嘅時候咧，大家都冇乜反應啦。即係大家覺得哦，你又放風啦。即係狼來了嗌咗100次啦，咁嗰第101次咪真係狼來了咁咯。咪賭馬未必買中頭馬，但係而家你全香港人個都知道一定係陳德霖做㗎啦，所以根本好即係呢個討論嘅其實某程度上反映咗一定嘅荒謬性，即係似乎好似已經係內定咗，其他嗰啲都係即係所謂程序嗰啲全部係做戲啫嘛。阿黎兄最荒謬係咩咧？大家都知陳德霖做，但係又唔公佈喎。係啊，即係所以你覺得好好笑啊！即係我啊，反而唔係即係太同個即係坊間嘅花名叫攞命，咁啊攞命點攞嚟嘅咧？梗係當然好多人接觸完佢之後，第一句嚇主觀嘅評述就係呢個人好攞命。咁啊點攞命法咧？點攞命法即係大家哇咁樣啦嚇，咁啊盡在不言中㗎啦呢啲嘢。不過我自己都最希望嘅就係任志剛自己講嗰句就鐵打嘅衙門流水嘅官。咁啊，不過當然啦，呢個位咧即係金管局總裁呢個位啊，唔係好適宜經常換嘅，即係揾啱人咧，有個穩定性係一件好事嚟嘅。嗱，你希望揾得啱。係啦，帶出呢一個問題就係話喺嗰個聘用條件嗰度啊，即係喺任期啊，或者甚至薪酬待遇嗰度，應該有啲問人一個問題，好簡單，即係大家會覺得係陳德霖做緊嘅。但係問題點解係陳德霖咧？係啊，你解釋唔到嘅其實。你完全係解釋唔到。唯一就因為佢頭先羅博士叫做解釋下啦，佢做過，做過咯。咁其實做過大把人啦。係啊，即係如果以個任期嚟講咧，澳洲咧就係7年嘅個銀行行長。美國咧就而家阿 Bernanke 咧就係政府係委任咗佢成為嗰個聯邦儲備局嘅董事咧，係12年。你講佢做董事。就係12年，但係佢呢個嘅主席個任期咧係4年嘅啫。咁但係當然咧睇翻以往嘅經驗就嗰個主席嘅任期就可以委完又再委都得嘅。嗱，點樣可以避免到因為一個印象就係金管局大家知道，除咗你係監管銀行嘅金融系統之外啦，聯繫匯率之外咧，仲有一個就係管理好龐大嘅外匯基金同埋呢個財政儲備啊嘛。譬如你新加坡嚟講，新加坡已經係有間即係國家投資公司係負責即係投資嘅工作。咁你睇緊過去成績，呢個金管局唔係特別好喎。舊年嚟講蝕咗好多錢添，係咪先？咁點解即係咪我唔知道陳德霖係咪即係投資好叻啦？係咪先？佢可能係即係做行政嘅工作，即係做翻過去。即係講真，嚴格嚟講，如果你而家繼續去即係維係呢個聯繫匯率咧，即係理論上有人認為根本其實都冇嘢做嘅，因為自動係會即係而家個機制已經好完善啊嘛，自動一定係保到個匯率係唔會有改變。你反而係。關於嗰啲即係點樣處理啲外匯基金，點樣處理啲財政儲備，係咪真係一個適當人選咧？我真係唔知嘅，亦都公眾亦都冇任何嘅準則可以量度到究竟係咪最適合。即係理論上咧，就嗰個投資嘅決策咧，就唔係嗰個專員咧係話晒事嘅。佢有個投資嘅管理委員會，咁裏邊除咗業界之外咧，就應該仲係有啲學術界嘅重量級嘅人喺度。咁佢哋係俾建議嘅，俾建議。而且據我理解，其實佢大部分嘅外匯基金咧係即係用投標嘅方式咧，係僱用咗外邊嘅國際嘅基金經理咧，係負責投資。咁點樣避免咧？其實而家坊間有啲評論嗰個印象咧，就係用人唯親呢樣嘢咧，即係有冇可以提出一啲更適合嘅人去比較咧？陳德霖自己要做一個嘢，再做一個動作，就係佢要顯示出佢嘅能力啦。即係問題就係而家大家一路質疑嘅就係佢嘅能力有問題，連搞嗰啲咁嘅副局長啊、局長助理，成年幾啦，即係完全大家都唔識嗰班人。咁大家就係記住係陳德霖揾咗一班咁嘅人入嚟，就成班人都係。近來有個好啲嘅，公平啲就係梁卓偉真係 OK 嘅，梁卓偉咪幾好咯。咁但係除此之外，陳德霖就俾人感覺就係一係曾蔭權、馬房啲親信特登做個位俾佢，任內好似唔係好做好多嘢。咁即係。始終香港人 buy 一樣嘢嘅啫，能力，你係咪好有能力嘅人咧？咁呢啲揾1、2個公關啊，揾黎兄呢啲叻人，咁有一切嘅。好啊，咁我哋睇下咧喺特區政府方面，佢就等到邊一個階段咧先至。